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初9的《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民众对7月开始会当出国旅游，日本宣布讲对中国也个澳门入来的特别航班拢爱检验，不过东南亚一寡国家却是无设任何限制。中国又搁再宣布讲要伫咧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练，而且强调反对台独势力甲外部势力介入。伫中华竹塘有200多个村民去互警察通知爱去做笔录，一寡村民是伫咧庙口就抓，强调因无回旋。讲到中国疫情是当咧严重，因为政府决定咧7月开放，互中国人会当出国旅游。真侪国家即马是出力等，亲像日本，伊就宣布讲对中国也个澳门特别航班入境了后，拢爱做体检，而且爱提供出发进前72点钟内的体检阴性证明。不过，亲像东南亚的一寡国家，讲到这个柬埔寨、印尼也个新加坡等等呢，因是正欢迎中国游客入境，而且唔免体检。中国7月开放边境，和民众去国外旅游，嘛，和日本为7月开始加强边境检疫措施。为中国本土出发坐特别航班的民众，入境爱做抗原定量，也是 PCR 体检，加提供72点钟以内的体检阴性证明。在理解进一步对为澳门特别航班做同款的入境体检措施。经过统计，到7月为止的1礼拜以来，已经为中国入境的4895个人内底验出1808个人体检阳性，占比差不多是8%。在东南亚国家是欢迎中国游客入境，包括柬埔寨、印尼加新加坡这些国家，拢宣布为中国入境的游客无需要体检就当入境。严格泰国原本要求为7月开始，为全球各地入境的游客需要在入境的时阵提交自完整2剂有风险的证明。严格后续政策又個4月出銷。มันก็น่าจะมีฟื้นตัวครับอย่างน้อย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กินเขาใช้เขาเที่ยวอะไรเงี้ยเงินทองเขาก็จับจ่ายครับผม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ถ้าเกิดเขามานั่งสำล้อผมก็ได้มีรายรับส่วนนั้นน่ะ了解国家比利时才打宣布要对中国入境航班做废水病毒检测了后，7月头一只班机就验出阳性反应，不过样本内底欠缺粪便，真歹分辨是毋是新的病毒变异株。今麦中国开放边境，嘛出现入境中国旅游，也是伫咧外国的中国人，等家乡过春节的人潮。Our daughter is coming in today because there's no quarantine, so we're just thrilled that China has done away with the quarantine policy. 中国政府统计，各国今年春节前后40天左右，会有差不多21人回乡回国的移动人潮，甲去年相比，约翻倍成长，嘛恢复到疫情之前春节移动人潮的7成。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6902个本土病例，也讲到死亡个案的部分有40例。另外，这上届新的病毒定数也出来了，本土加带病入境是以 BA.5 为主，不过本土的 BA.2.75 加 BF.7 的比例也伫咧增加，会继续观察。另外，金门县长陈福海是希望中央政府规定，自中国入境的旅客，就要有48点钟内 PCR 阴性证明。不过，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暂时未安尼先做。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滚价，初九增加16902例本土病例，中重症114例，死亡40例。另外，中国入境确诊者基因定数也出来，依然是 BA.5 为主流变异株，第二是 BF.7， 爱做的是本土定数，虽然也是 BA.5 较济，不过 BF.7 加 BA.2.75 病毒株有增加现象。BA.2.75 是由上周的19%。增加到这一周的28%哈，那 BF.7 的话，只是从5%升到9%哈，所以这后续到底是哪一个这个变异株会比较成为我们下一波的主流，目前还有待观察。因为金马地区春节小三通전환已经复航3天，金门第一天阳性率将近2成。金门县长陈福海建议中央批判入境旅客提供48点钟 PCR 阴性证明，不过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暂时未安尼做。他回到这个他的居所之后，应该是要再做一次快筛，那如果要出门的话，要有2日内的快筛阴性的这个结果。我想以这样子的防护之下，我想暂时我们是不会去要求这个48小时的这个 PCR。为保护弱势族群健康，指挥中心已经请地方政府规划，为今开始针对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甲游民，有新生障碍手册的人，发每人1份有4支家用快筛剂，估算差不多180万人受惠。为7月开始开放新一轮，免费领1份5支快筛试剂。
对象是0岁到6岁学龄进前囡仔，甲65岁以上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对台湾的扰乱，无分平常时啊，或者是过年，伫初八暗时呢，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要伫咧台海附近的海峡空域进行军事演练，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和台独的分裂势力。这国防部也公布到早起6点为止，有发现到中国军机来57只，有28只是破过海峡中线。但是总统府也谴责中国的军事活动，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责任。共军东部战区公布新年备战画面，七八半暝宣告要伫台湾四周围海空域组织各军种联合战备警巡，也加实践的演练，反击外部势力甲台独分裂势力交结的挑战行为。这是2023年东部战区头一届多兵种演习，也是让14天又搁伫台海四周围有动作。好，命中目标，打得漂亮。美国棒签20伫空中进行对抗训练的影片，象征台湾的意思正重。国防部也公布到初九透早，拢总查到共机57架次超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各有28架次三面包围。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加化敌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会坚定保卫主权甲国家安全。国防部要强调，共军以莫须有的指控，采取不理性的挑衅行动，已经严重的破坏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总统府谴责共军伫台海四周围的军事活动，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学者认为，新年东部战区军演除了针对美日要举行的国防会，也是要恐吓国际，卖甲台湾加强关系。用军事手段想要来恫吓台湾，同时传递他的不满。那事实上，我观察是北京这种做法，就是他会面对更多的后坐力。Ever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threatening to do it by force i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andpoint, from our standpoint, unacceptable. 到伫共军军演的时阵，德国自民党国防委员会议员访问团到台湾访问，行政长苏贞昌感谢带团的17万主席，唔惊中共的压力，坚持来访问甲台湾徛斗阵。访问团也表达反对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今日通过义务役1期恢复做1年的查照案，2024年就来施行。未来这国军的兵役来源就当增加。另外，陆军要规划新编5个海华守备旅，以做兵做1年役人为主，主要是部署伫咧西部，也就是敌人的可能会登陆侵犯的区域。通过下。立法院初九通过义务役1期恢复做1年，2024年会实施。未来国军会增加兵员，提升战力。面对要增加义务役战力，陆军规划新编5个海华守备旅，所接受1年1期义务役男的专职部队。因应敌情威胁以及国土防卫作战的需求，在民国113年前，逐次的来编成5个步兵旅，平时担任新兵训练的任务。战时则担任守备任务。这5个海华守备旅主要部署伫西部，分别是桃园杨梅、苗栗斗焕平、嘉义徛顶、台南大内、高雄凤山，由各作战区规划部署伫各地特定海华。伫战时，守备部队爱运用航道、障碍甲兵火力来确保区域安全，佮支援主战部队作战。无意阻止敌军抢进海堡，国军展现火力，互对方无法度打到国土。专家认为，这守备原本是后备部队，也就是退伍官兵，佮调回训练负责。即马改由现役官兵，今年义务役编制的守备旅，战力有希望大大提悬。解放军他们会进攻，会登陆的。西部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区域，所以会优先在这个地方的建立他守备的兵力。专家表示，海华守备旅除了人力强化，更加重要是装备爱进步。面对敌军登陆部队，大部分是精锐兵力，海华守备旅的武器至少爱甲一线部队同款，佮落实训练，才发挥执掌有警，阻止敌军进犯。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宣布，要伫咧过年了后，发予民众1人6000块的现金，和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国民党早起就开记者会，提出税收超征特别条例草案，主张一个人发1万块。国民党团表示，只要立法院会延后到19，一定会赶伫咧过年进前三读通过。立法院长杨锡坤也强调，伊也希望大家愈早领到是愈好，各会部分因会来拍拼。行政院宣布，向所有民众安装在过年了后，全面普发6000块的现金。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记者会，提出税收超征特别条例草案，主张金额提悬到1万，而且表示，若立法院延会到19，一定用伫年前三读通过，呼吁赶紧开调解协商，让民众能好好过年。我们就告诉行政院，你不会的话，你可以抄我们的，没有关系，啊。好的东西我们不怕你抄，你就跟我们走，只要我们延会到16号，19，所有的法定程序通通可以走完，绝对可以走完。对国民党团的提案，民进党立法院总调郭启明指出，一定优先处理总预算案，还未讨论到是不是延会。刚才我们内部还没讨论到这一题，对不起哈，我也不知道国民党等一下在议场会怎么样，我们看国民党怎么样，我们再回应好不好？刚才在内部也没有讨论到这个所谓要发现金的问题哈。我当然愈早谈啊领就愈好啊，因为这个是全民的事情啊，站在国会一定是尽最大的努力嘛。支持发红包现金6000块，何那也认为是和民众增加罪恶感，还佫比这期经济发展，苏清昌也澄清。至于有超乎预期的税收，当然要等到审计结果出来，7月才能动用，但是可以来预先来关于财务的应用，后来再来整个回补，不会增加债务。对行政院发现金，和总统府未获欢迎的讲法，苏清昌强调，作业拢是一步一步来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9合的大选结束到达已经过外过啊，不过伫中华德等这个所在的五庄村，就200外的村民最近收到警方的通知，要求因去做笔录。原来是去接到这无签名的检举，讲这个所在呢，伫大选的时阵有人买票，系因为这个庄头拢是一寡年岁较大的时段，所以互叫去庙口做笔录。这寡村民强调讲无贿选，也伫新民头前就抓发完咯。中华德东乡五庄村的村民来到当地，向天宫对市民就抓，强调家己无收乌西钱，会这样收起，是因为接到警方通知，要到庙口做笔录。我无摕衫半项，我也无敢洗衫，安尼创一出的。我来惊，咱正当中也无做啥歹代志，要干啥啦？你无？你有收到什么买票啊？是？拢无要他摕哈。村民讲，规个村有200多人陆续收到警方的告案通知，有长辈烦恼家心神不宁，困也困袂好，要求伊大选结束1个多月，也毋过检警接到连名检举有人买票，为初二开始陆续约谈，进前已经有150多岁村民家己到丰原分局做笔录，初到约谈最后一批50多岁村民，新任的村长也伫名单之列。你讲你买票要偌济？买1000。哈。我原先是口罩跟打火机尔，对不对？那个2块钱而已。选输就选输啊！乌白含袂喷人，大家人讲人拢买票拢共去检举安尼，最夭寿的。老伙仔大家是安尼，心脏病咁要举落来。村民怀疑可能是某一个落选的人提出检举。中华检方强调一切依法办理。本件的侦办是掌握相关事证，那相关的通知程序都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办理。检方表示，查获行动并无因为大选结束停止，也有掌握相关证据。也毋过村民强调，党会去考验，也希望量早查明真相，还好当地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昨1月初8日，在台北的立委补选进行选举，民进党吴怡农是输给国民党王宏伟5000多票。吴怡农早起也开始谢票，讲到这届补选呢，这民进党是搁在选输，党内真侪人是呼吁内阁爱赶紧改组，而且也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lưu乱迄个官位。不过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卡辉就跳出来，认为伊的老爸参与政治这40年来理念无变，甚至替人当政治，说解放讲甲安尼是。
车队扫街向选民下票，台北市立委补选结果出来，民进党高龙虽然落选，不过找到透早都赶紧下票。胜选的国民党王宏维是规划持续开始下票行程。不过，这摆选战高龙干来少数5000多票，以控制数王宏维高龙是不是会再度对决的？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他们一定会愿意再给我机会。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会把谁去当假想敌，还是非常恭喜他，刚刚败选，那所以新年的第一步，当然还是谢谢每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国战自控制数高龙无将为公司？不过行政长苏贞昌肯定高龙的努力。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选区拼出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不过我们也是对于这样多的选民支持而没有办法赢得胜选，觉得很对不起，也要好好检讨，还要再加油。民进党为9合1大选。嘉义市长选举到台北市立委补选吞3连败，显示党内受创压力复原，而且一直有内阁改组的声音。苏贞昌阁被批评留恋行政院长的位置，不过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巧慧跳出来斗相共讲话。院长从政40多年，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家卫国、护台佑民都是他的信念。那真的是没有看过挡子弹还要被说恋战。另外，最近苏贞昌请官员甲公职员食饭，被解读是比较参会。苏贞昌讲，年尾民间用每月自餐来感谢员工，政府也同款，借自餐来肯定防疫影响这辛苦的同事。一方面也是爱同事伫个春节期间依然来坚守位置，为国利民。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巴西总统大选伫去年10月举行，前总统波索纳罗以差不多200分点输予对手。波索纳罗唔但无出面接受选输，而且伊支持者一直咧街头抗议这选举结果，昨个冲入去国会大楼、总统府和最高法院。巴西政府是随出动电报警察，开5点外钟才甲这动乱压落来，上无有400人向掠入来。虽然这世界各国领袖也拢谴责这款暴力的抗议行为，不过波索纳罗本人却是用声明来讲，伊无来煽动任何支持者。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手摕着巴西国旗，穿着国家队的球衫，将入去总统府内面，还佫摕手机翕相做纪念。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示威民众做背突破警方设立路障，撞入去国会大楼、总统府加最高法院。为首敢若是2021年美国国会大楼被撞入去翻版，迄当阵人伫咧总统府内面的通讯部长只讲示威的民众伫咧内面破坏。Aqui, no segundo andar do Palácio do Planalto. Como vocês podem ver, foi tudo destruído. Olha aqui, gente. Olha aqui, esse monitor. Olha que vadio. 伫去年10月总统大选，波索纳罗以无到200分点的差距选输了，伊支持者就伫咧全国各地军营要求军队介入，吹背几落千位示威的民众，撞入去巴西利亚的政府机构内面破坏，当局出动电报警察，也佫调派安全部队来。伫5点钟了，动乱才平静落来。联邦区州长讲，至少有400个人被抓。代志发生迄当阵，巴西总统卢拉人正伫咧圣保罗，伊批评示威的民众，袂输敢若是狂烈的纳粹分子甲法西斯主义者。Eles vão perceber que a democracia ela garante o direito de liberdade, ela garante o direito de livre comunicação, de livre expressão, mas ela também exige que as pessoas respeitem as instituições que foram criadas para fortalecer a democracia. 卢拉要签一份安全命令来强化首都巴西利亚联邦区的治安，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宏、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个欧洲理事会等，全世界真侪国家的领袖拢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强调将会支持卢拉，并且捍卫民主制度。巴西民众真无法度相信讲，暴力分子竟然想要占领国家的主要机构。Olha só, extremamente lamentável. É uma coisa assim inexplicável porque a gente tem regime democrático que 前总统波索纳罗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伊强调和平示威是民主的一部分，不过破坏甲入侵公共建筑唔是。同时，伊也补贴卢拉指控其对暴动爱负责任的讲法，
伊强调对方无证据。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伫中国重庆的中原火鸡药厂，初七发生大规模抗击，有8000人的这个员工呢，去互雄雄死头路，因转去食家己。一寡员工上街头抗议，场面是真失控。这间药厂本地是咧生产核酸检测相关产品，却因为中国防疫雄雄放令，这药厂无成立，只好甲这个员工抬头。对镜头看到真侪警察回头一直走大，后壁有真侪民众一直等物件。警察是愈走愈远，后壁入的民众是哪走哪骂，真生气向警方等物件。有一寡警察被攻着，也毋过无强烈反制，只敢若摕盾牌挡，一直向后壁摕。综合国际媒体报道，中国专门伫咧生产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专注当核酸提取仪的重庆大渡口中原火鸡药厂，伫咧无经过协商的情形下，直接甲几多千名员工辞掉，也无发放因工资。报道讲，差不多8000人过一年了就雄雄无头路。社群媒体是有大文讲，直接裁员上万人，伫催职案引发暴动。你们现在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请你们在10分钟内停止违法活动，撤掉标语，自行解散，立即撤离现场。根据 RFA 自由亚洲外国的消息，要讲2万位工人上街头游行抗议，厂内的产品机器互人讲歹，相关的负责人被拍受伤，愤怒的工人自早到晚拢踮伫咧药厂内面，并且几多遍拍退警察。社群媒体有影片传出来，愤怒的员工大声喊着害钱。目前药厂方面对裁员甲暴动等事件无做回应。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大开国门了，核酸检测无过再是防疫的必需品。药厂的大裁员被切断，变做爱裁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伫澳洲的西北部最近有热带气旋出现这100年来上界严重水灾，这大草埔虽然变作是江洋大海，有一寡所在无法度对外交通。另外，伫美国加州北部的大雨甲大雪是落甲真严重，自从元旦以来到今已经有6个人死亡了。为空中看，大片草埔甲林地拢浸伫土水中，一座城镇的桥梁也予大水冲掉。澳洲西北部拄着热带气旋袭击，受灾上严重的金伯利地区，这几天落一年的雨量，部分城镇交通中断，变作孤岛。需要以直升机疏散民众，也是运送救灾物资，连地市顶动物也受灾殃。当局形容这是当地10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呼吁民众暂时唔通前往重灾区。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拜伊亲自前往视察。Today as well, we've had immediate announcement about support that's needed on the ground to help people be able to build back. That support is emergency financial assistance. It's also support for people to rebuild their housing, as well as to look at emergency support for contents as well. 看到灾区道路桥梁严重受损，艾班尼斯答应会提供联邦资源协助重建，也会对受灾户补偿。伫即摆水灾发生进前，澳洲东部去年也捌失败爆发大水灾，专家烦恼气候异常已经变作常态。镜头转到加州，自元旦起来，加州北部就因为来自太平洋的大气河流甲炸大气旋的相中袭击，伫本地大雨成灾，佮伫山区落创纪录的大雪。目前已经知影至少夺走6条人命，其中包括一名幼童因为倒气树仔地害厝不幸死亡。沙加面对这位查甫人，也因为未赴抢救厝边，感觉艰苦。My tree part of my house here snapped off and landed on my neighbor's tent, and cut open the side of the tent, pulled her out, and she was unresponsive, and her breathing was barely there. So 到礼拜2早起，加州有原有超过46万户家庭断电。气象预报显示，这波遮尔歹的天气会继续到拜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发生巴士烧龙意外，造成40个人死亡，87个人受伤，是最近这几年史上上严重的车祸。因为总统也下令全国哀悼3天。这2台巴士的车头拢做伙，车体部分变形，过当看到百货座椅，固定的物品鞋线到柜涂骹，会当知影迄当时弄掉的时阵的力度真大。This really was a massive impact. You can see debris from the two buses which appeared to collide head-on, scattered all over the road.
Macky Sall, the president of Senegal, alongside others, are giving the figure of at least 40 people killed in this incident. Now, around 700 people die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Senegal every year, an enormous number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population. But this crash, this incident, certainly appears to be one of the deadliest that we've seen in recent memory. 无情车祸现场的残骸已经清理清气，交通恢复正常。当局表示，这两台载有乘客的巴士，车被透早3点半左右伫国道1号中部城镇卡夫林附近烧弄。初步调查，其中一台巴士因为崩裂偏离车道，甲对向车道的另外一台巴士正面烧弄。塞内加尔总统萨尔宣布采购去全国哀悼3天。The president has also announced that an 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will also meet on Monday to discuss measures to improve road safety in Senegal. 专家表示，伫塞内加尔交通事故定看到，主要原因是司机无遵守交通规则，路况无好，甲车辆老旧。2010年10月，西部发生一台公车甲冷装车烧弄，造成16人死亡，15人受伤。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讲到今年过年较早，这台北市卫生局进行针对着传统市场、还有餐厅等等的通路进行年节食品的抽检。其中呢，这桃园正出名的豆干业者黄日香，有去有2种商品去互验出讲，因为防腐剂超过标准。另外，专联福利中心有卖2种，是对产地是中国的这个白木耳，检出来内面有这成长调节剂克米素，食入到地可能会生感。目前也拢已经落架啊。这2款产地是中国的白木耳，伫超市通路互抽检，结果验出违规添加物可苏镁。这款成长调节剂虽然是合法农药，不过依照咱国法规，无禁止温存用伫大细乌白甲菊花袂当加伫其他农作物。有发现，就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白木耳，它有一个生长调节剂克美素不合格的记录，依规定呢，它是不得检出的。好，所以目前抽出来的有7件是不合格的产品。警方摕来做甜品的白木耳，伫8次年节食品抽检中无合格率上悬，不合格品项多好拢是来自中国，违法添加成长调节剂。另外，定方用来炖汤的特性无合格率也有38.5%。也有巴西蘑菇互验出残留重金属。另外，桃园知名豆干业者有2个品项互验出防腐剂微量超标，北市卫生局已经移请地方卫生局处理。我们在抽的时候，基本上验都是低于标准值，应该是我们在投料的时候，那个造成它拌料不均匀啦。业者表示，家己抽检无问题，也毋过接到卫生局通知，第一时间已经落价改善。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这摆专案稽查是伫11月到12月之间，拢已经通知相关通路落价完成，佮追溯源头。其中有一间位伫台北市的贸易公司，因为无法度提供品项来源，直接罚款3万。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立的这个棒球场争议，除了新竹市长辜鸿安这期前市政府团队亲身监工，为什么让这个厂商会当轻轻松松就通过呢？国民党立委林为洲也批评，这是公共工程监造的机制失去作用，认为新竹市政府就要担起相关的责任。副班悍将外野手林铁川去年伫新竹棒球场受伤，引起真大风波。新到场地争议继续连环逼空，国民党立委林为洲提出网络流传的2011年12月相片，迄时阵球场外野还有真侪十米啊，毋过2021年1月相片石头甲十米啊煞拢消失，伊呼吁将迄时阵的工作日志提出来看，对真清楚。从2021的12月到2022的1月，每天的工作日志，把它翻出来看，谁签名的？这些杂物是清走还是埋下去？那你每天工作日志拿出来看就知道了。公共工程监造机制，厂商爱遵照 SGS 查验材料，也有现场逐工的时间日志，甲逐工清款估检报告，最后才验收。所以外野废弃物是为外面载来，也是现场本来就有的，工作日志一看就真清楚。另外，新竹市府付钱的比例已经超过97%，也是问题。他还要看后续你有没有误验收之后还不会出问题啊？出问题我可以从10%里面继续扣，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东西扣了，已经付了97点多了啊！即使出了状况那个钱也不够扣。新竹市长辜鸿安侧背也将炮口对准前任市长林志坚，表示林志坚8年来拢亲身监工，
这期经市府团队为什么这个过程让厂商简单过关？进前新竹市府已经提过，将相关证据送到检调。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花莲执行署为着要录这寡无立罚单，抑个减税民众，和花莲警方合作，利用车牌辨识系统，伫咧苏花界镜头呢，甲这寡有欠政府的轿车抓落来，要求现场就要甲这钱纳清，若准唔纳者，当场查封民众轿车。欠税甲无立罚单的民众爱注意，行苏花界真有可能都会互警方伫部分路段查落来，因为法务部执行署利用车牌辨识系统，就会当找到恶意欠款的义务人。有一位杨姓义务人，那他有自欠营业税、牌照税、劳健保费，还有交通违规的罚单，合计约14万多元。那当场呢，他是缴清现金5万元，那来查封车辆作为担保。除了这之外，也有其他4回欠税甲无立罚单的义务人互查落来，其中包括汽车也互锁定。若讲现场无纳清，就会互扣车，伫一定时间内，若讲无纳，车辆就会互拍卖。目前的专案的成果大约是28万元左右。那主要查封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敦促民众用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处理国家的欠款。对使用科技执法稽查，华东的民众看法无同。现在不怎么投了，因为总是有人的口袋不是那么方便啊，对不对？欠国家的该缴的就要缴，对，这是没有错。执行署强调，华东地区下个长，定找袂到欠罚单加税款的义务人，所以才会利用科技执法哪查。那扣车的目的是督促欠款人赶紧缴纳，也会当协助办理分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内湖经营56年的私立学校文德路中112学年要来停止招生啊！学校表示讲受到少子化的冲击，董事会已经通过停招，这也是台北市这几年第5间停招的私立高中。淡薄暗淡的红砖壁甲气质角的看板，在伫台北市内湖56年的老牌私校文德路中传出要行入历史。2022年，文德路中甲美国富汉私立实验中学合作，111学年度推出国际双联学位班，也过犹原无法度挽回。学校表示，受到少子化冲击，董事会已经通过停招。优先保护而且保障所有的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权利。目前董事会的确已通过停招，那校内的停招我们还在积极的与家长及学生沟通讨论当中。学校董事会开了会议说他们要停招，也送了停招计划书，但是学校并没有办理相关的会议做说明，包括了我刚才提到的校务会议要做说明，还有课发会要做说明。在这些资料不全的状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核定他停招。台北市教育局表示，文德路中2022年9月有申请招生一班，教育局也伫10月底核定，12月底率就联来问讲要停招，也毋过停招的计划欠部分的文件，暂时无要核定。学校表示，会补齐资料支持文德路中停招的消息，已经是伫防治中学了后，台北市最近几年第5间停招的私立高中。全国私校工会表示，连都市2林区的私立中学拢停招，少子化冲击真严重。赶快去检讨辖内的各私中的财务状况，依照私校退场条例的一个指标，把那些财务已经恶化、明显影响校务运作的学校，都应提报到教育局退场审议会去做审理。该纳入预警学校的就纳入，该公告为辅导学校的就应该尽早公告。游延辉表示，除了台南之外的立都，拢也未处理学内私立中学的退场状况，也呼吁地方政府应该赶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物件食较少，就会当延长这会数。这阳明交大研究团队对线虫的身躯顶得到证实，限制食落去的量会当促进细胞自我再生，达到脑化较慢的效果。后一步呢，这科学家有机会设计抗老化药物。这个研究成果也已经发表在咧国际期刊了。食较少会当活较久。阳明交大团队利用0.1公分的线虫做主要的实验动物，发现平均生命周期敢2礼拜的线虫，只要每礼拜检查过，寿命就当延长3至4礼拜。
就是饮食限制加跟这个支持作用中间的这个连接的一个蛋白酶。那我们发现到这个蛋白酶在吃东西比较少的时候，它就变比较少；吃的多了，它就变多。研究团队表示，一寡动物实验拢证实，饮食也是热量限制，有助提高细胞自噬作用，可当达到延慢老化的效果。这个透过实验进一步发现，饮食限制会利用 SAMS1 加 SET2 这两个真重要的两倍酶来改变细胞中染色体做两倍甲基化程度，也就是当线糖互人饲较少的大肠杆菌的时阵 ，SAMS1 两倍酶表现较少，就会影响做两倍的甲基化，自噬作用就会较明显。饮食限制之后，有一个叫做 SAMS1 的这个蛋白质呢，它的量会下降。那当它下降的时候，它影响到了另外一个 SET2 的下降，活性下降之后呢，主蛋白的甲基化就跟着下降。那后续的这些跟自噬作用有关的基因呢，就会上升了。研究团队表示，老化速度一旦互环境因素调整，这个重要研究互科学界进一步了解饮食限制甲自噬作用中间的分子基转，有助科学家设计抗老化药物，进一步发展唔免减食、买当延慢老化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健保署统计，公治控制1年10岁以下性发育上过早，去予医生看的病例超过25000人，比疫情进前加密2成。医生表示，讲这囡仔伤大颗，食伤济热量高的物件，才引起内分泌错乱，造成性早泄。可能和疫情发生囡仔拢伫咧厝内面的时间变多，拢伫咧看3C减少运动有关系。增加所做脆脆物件，配汽水，还有甜甜的糖啊、巧克力，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是袂少囡仔上爱的。不过，若食过头，可能会大颗、性早泄，恐吓袂大汉。颗粒我一定是不会让他们吃，然后太多加工食品我也不会让他们吃，对，尽量就是原型食物。有添加物的那些就是糖果、零食，其实也是尽量避免。对，因为毕竟环境荷尔蒙这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代的孩子是还蛮多的。根据健保署统计，0岁到10岁以下青春期早泄的就医人数已经为2017年一万4791人到2021年已经超过2.5万人，而且2020年疫情发生了后，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7.2%。医生表示，所谓青春期早泄是指囡仔提早进入青春期，也就是查某囡仔伫8岁进前，查某囡仔伫9岁进前开始出现第2性征，而且食伤过济高热量食物，会伫囡仔体内转变做结出来脂肪油，引起内分泌来乱去，致使性早泄。另外，爱看3C 少运动也拢是危险的因素。青春期来的比较早的话，的确在后续在成长的生长板的部分，它就会变得比较早关起来，所以就是太早青春期的小朋友，那也许后续到青春期的状况会长得比较矮，这样居家大家都使用3C很少在青少年这个部分，这个消耗热量跟运动的时间，体重是增加的。而且，国健署调查发现，2017到2020年7岁到12岁囡仔身过重甲大颗比例有16.7%，囡仔逐工食5种的菜洗水果比例无到1成。医师表示，台湾囡仔身过大颗是亚洲第一，要预防性早泄，除了减少啉含糖饮料、食甜的物件，也要加运动，而且要有充足困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树区有各类区域，拢还阁伫咧用地下水，亲像德寮里、大树里、三和里这块所在，甚至有一寡所在呢去申请这水道水增广10多年啊，也拢一直申请失败。水公司表示讲，平均每一户的成本超过60万，上过悬啊，因无度送件。不管洗碗、压水还是煮饭，这个伫高雄大树利用山庄社区用的拢是地下水。当地居民讲，争取设自来水管线已经10多年啊，有100户居民同意增设，不过管线经过所在有一个地主无同意时间所以卡掉的。只有一位他不签，他希望政府用征收的，但是政府说你这个是已经继承道路了。我不会帮你征收。住户讲，规个社区用水挖靠地下水，真正需要相关单位协助解决。除了利用山庄大树3号里，原有部分住户无自来水通用，30多年拢用地下水，也互当地里长再去探市长视察净水厂工程进度的时阵，现场举牌啊订正。
都无啊，我今日台北中啊。自来水公司市区管理处回应，当地是因为每一户施工工程成本超过标准，才一直无法度进行员工工程上架。那个用户的名册，目前的这个用户太少，那使得我们整体的这个评比成本过高，那超过水利署他们无自来水严管的这个标准，每户60万。市区管理处表示，这个案目前有14户申请，也差2户才符合规定的费用，会阁甲居民协调，不过就算审核通过，员工费用敢负担大水管，民众要申请原告主体，也需要细水管的安装费，也甲申请费用，估计按2万，由用水户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三溪抽水站的这线路别开，造成南桃园超过30万户停水。经过3天的抢修，早起大概有99%拢恢复送水路。一届这线路崩溃，着民众厝内面饮水，今下也要讨赔偿。自来水公司表示，损失伫10万以下，会赶紧伫咧过年进前赔偿给民众。桃园龙潭三溪抽水站水管别开，造成南桃园大停水。总算节车到早起6点，水来99%，只剩少数水管尾地势较悬，甲南山偏僻地区无水通用。水来了没有？水来了。几点来的？我不知道几点。来呀。哦，来啊哟。我这是自来水。不过，有有市区民众反映，厝内底水毋是上细，就是无水通用。台水局区处表示，市区用户无水大部分是停水时阵，将莫大小害器将莫大关起来，也就是有水时阵，内底有空气，雨水无法度通过。若到明仔也无水通用，严卡191来协助处理。你看现在又没有水哦。对啊，那都空气泼就没有水。你看就是这样。用户端它可以打开它的水龙头这些用水设备，让空气从管线里面排出来，那水就会在跟空气排空之后，水就会出来了。针对水管别开时阵大水冲击面体，造成家居家电饮水，受灾户要求赔偿。台水日区处也已经派人到受灾户厝内底财损勘查，泄露这户上严重，面积大，土石流入去的量也上大。有些清的部分哦，当然有些是可能会找人家清，有人家清当然都有干据。如果没有找人家清，有可能自己少部分自己清的，我们也会给你钱去补贴你的哈。台水日区处表示，会用上好上紧的原则补偿居民损失，切实会举行协商会，来用上灵上紧的方式处理赔偿代志。有个财损金额伫10万块以内案件，会赶伫旧历年前完成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乐谷有一位农民叫做曲耀进，伊为着要照顾家庭，登去故乡接厝内面的地园。过年进前呢，伊开始用温室离地栽培技术种卡马豆，而且这利润袂歹，也鼓励少年辈做伙来回乡打拼。南投乐谷气候条件真适合种卡马豆，农民曲耀进伫几当前回来家乡，开始研究现代化的技术，甲卡马豆种伫温室内底。用离地栽培技术种出来卡马豆大粒个巴甜。像我们的天气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有一个温室的一个那个遮蔽，让植物的一个顺利成长，一定会有一个丰收。再加上我们农粮署的这边的一个温室搭建的话，它有一个补助。那在温室的一个栽培的过程当中的话，我选择的是离地栽培，节省我的一个人力控管，自动的也给水给肥。乐谷海拔悬，高大蒙，黄土的土壤有丰富的有机质。当地产的冻顶乌龙茶该出名，通人知。不过因为农村的劳动力无够，满地工愈来愈歹找，真侪地园囥咧拍远。8当前，曲耀进开始甲厝里的地园改做温室，过程是真辛苦。靠农会辅导，和其他的农民讨论，才渐渐做出成果。希望说我们的一个农会能够尽量在这样子一个环境机会，来帮助我们年轻的一个农友，照顾我们回乡的一个农友，还有不要让我们这个土地给浪费了。这个年轻人如果回来将自己的旧茶园再更新，而且用现代化来经营，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可以陪伴年迈的父母。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政府有考虑到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农民能够鼓励他们返乡，然后在这个资金方面给予挹注。
用这项技术种出来卡马豆，唔但利润袂歹，而且阁摕到台北市农产公司认证的安全合格优良菜色。区耀镇嘛鼓励少年人回来家乡打拼，替六个开创无同的农产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东山区公所有举办小旅行，带民众去行英国学生读册爱行的路线，民众阁会当体验家己包别饭包和番薯趣味活动，咱做伙来看卖。过去交通较不便，住伫东山水混的囡仔若要上课，有影爱行真远，毋但爱爬架，阁爱过吊桥、撩水路。今年公所特别办理水混上二路的小旅行，要互外地民众来体验以前做学生的辛苦，嘛借机会熟悉水混在地人文甲生态。今年很高兴，东山区公所推出了这个水云上学路这样子的计划，要带领游客，然后重温过往这个小学生到他们东山区的镇内去上学这样子的计划。那这条计划其实结合了在地的这个生态，又有人文的历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社区营造的计划。一透早就袂少旅客讲要做伙坐公车去翁仔上天佚佗，每一个人拢排报毛巾，讲要装就爱装好成。游客变做学生，对滴水啊行过牛山吊桥，大家哪行哪听导览，佮安排包便当甲含钱的活动，体验过去做学生哪行哪耍的趣味。台中，把这个拉出来。都没有吃过，没有体验过，今天实在是太成功了。毋然翁仔上天，东山在地趣味的地号名是特别多，有几啊栋，也有牛肉夹。东山区公所特别经在水云办理写作计划，整合周边的观光资源甲特色，望甲在地丰富的人文历史介绍予大家，佮兼带动产业甲观光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拼市场，特斯拉顶礼拜五搁再降价这介绍，伫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介绍，甲3个月前来比，上济差24%。其中一款 Model Y 含台湾卖介绍是差要大票100万，所以引起中国有一寡拄高车的民众是真不满，走去各地投特斯拉的店头抗议。大地民众来四川成都一位特斯拉销售中心外大声话维权抗议，部分人士甚至甲店内的水甲四手这种商品抢了下线。类似抗议也伫北京、上海这个所在发生。会这么生气是因为特斯拉较无3个月来，两届伫中国宣布降价，互拄仔买车的车主现买现了。We think with the resources here that we can build the Shanghai Gigafactory in record time.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opefully having some initial production of the Model 3, this vehicl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achieving volume production next year. 特斯拉看好中国市场，4年前伫上海建造超级工厂，这几年因为疫情封控加竞争激烈，才会影响销售无亲像预测。统计显示，特斯拉上海厂去年12月卖55700多台电动车，比11月下降44%，也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为了消化库存，特斯拉只好减产，小零线降价。加3个月前比起来，特斯拉2款主要的车款降价幅度达到13%至24%，其中 Model Y 目前降到人民票259900，差不多是1167000台票，甲台湾差约要100万。特斯拉毋但伫中国降价，尾也嘛宣布调降伫日本、南韩甲澳洲的售价，目的是要刺激对上海厂的电动车需求。台湾特斯拉主要为美国甲德国进口，目前无调整售价的消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各国拢在咧推动电动车，不过除了充电的所在少，维修保养也是一个问题。也个讲到一寡本地修理者由车或者师傅呢，感觉到对着时代学新技术的，这也是汽车产业未来爱面对的挑战。互吊车吊起来汽车底盘下边，高官个学生咧讨论电动车的结果、运作原理甲如何维修这问题。这是澳洲南边的塔斯马尼亚岛，虽然真偏僻，依然受到电动车风潮影响。不管是皮卡、SUV 或者是家庭房车，电动车除了外表甲传统的汽柴油引擎车同款，无论是机还结果，车内电路配线拢完全不同。不只是经销商爱捌，负责维修的技术人员同款爱将电动车未来伫个外口我不清楚。Definitely a lot more complicated, the electrical side of things. 除了结构复杂，电动车维修佫有一定的危险性。We're dealing with systems that are upward of towards 800 volts.
So serious injury and in some cases electrocution are realities. 不过，做汽車相關行業嘅人，更係研究適應新嘅環境。We're going to have to if we want to stay in business. Electric cars are coming. It's the way of the futur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apt to it, and pretty quickly. 當然要做修車業幾十年嘅資深嘅師傅認為，汽柴油車有玩正濟，這個因無需要了解電動車。Many of the mechanics that I've spoken to have said, "Hey, I'm in my 50s. Why would I bother to learn that new stuff now? I got enough to keep me busy till I retire." So I think there's a degree of reticence just to change, and that's understandable. 各種媒體報道指出，電動車需求只係越來越大，不只是經銷商嘅維修技術人員，道路交換，即係所有嘅車相關嘅行業，攏愛對得到時代腳步。公司新聞，徐家仁報道。明仔天氣是好也是歹，做回來看預報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對17度到21度，苗栗到雲林對17度到24度，嘉義到屏東對17度到26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7度到23度。平陽金門馬祖對12度到20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聞，我是嘉豪，明仔載暗時7點咱再相會。